一个连婚礼都不能办的人结婚。彤彤，起床啦！是不是已经晚了呀？晚什么？我们今天又不用去公司啊。为什么？合作的事情已经敲定了，我就给电商部放了1天假，让他们休整一下。那今天干什么？先吃点东西。来，先吃点东西。你看。这不是天涯旅游指南吗？对啊，这里面有好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呢。看，怎么，你不想去？没有没有。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嘛。哎呀。姐，哎，看到来了，好不见，是啊，想你。你呀，这个有了大帅哥，把朋友都忘了啊。哪有？这不是刚定下来的。坐下来，坐。你好，我是彤彤朋友，我叫小琪。你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位除了是我特别好的闺蜜以外啊，她还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占卜师。我人生中很多重要的决策都是她来帮我把关的。你们女孩子相信这种东西啊？看来段先生，你对我们西洋占星术有很大的偏见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在可以帮你们两个看看。哎，你说我现在就算我们两个的未来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还真相信他能算出来啊？哎呀，你别乱说话！哎呀，快算快算！现在看上去，你们两个之间至少要经历3次重大的考验。第一次嘛，我感觉应该是你们两个共同经营的某个事情出了问题。至于第2次，应该是彤彤你这边出问题了，要靠段大帅哥才能帮你走出来。至于第3次嘛，就是男方的问题，只有你才能帮他克服难关。我？哎，行了，别吓唬他了，说那么悬干嘛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吓你了。不过你们两个要是能够扛住这3次考验，老天爷一定会送你们份大礼物。真的啊？老天爷，我的命运在我的手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们换个话题吧。哎，那你帮我们看看事业、财运方面的问题呗。好。
小雅，干嘛？你这几天不是都赢吗？也没人伤到你啊。这是我自己出点意外的。对了，小雅，看我比赛了没？看了，你每一次打都赢，全天海的选手都不是你的对手，太无聊了。如果再这么下去，我的拳场就要关门了。别呀，我还没帮我哥打回记录呢。我发现吧，跟你交流是件特困难的事儿。小雅，既然你不喜欢看我比赛，干嘛还来全场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全场是我朋友开的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行啊？小雅，你又怎么啦？段飞哥说，他有事想拜托你。你等我一下。干嘛？你答应我要做饭的。歇一会儿我就做。今天你辛苦啦，还是我来做吧。还是我去吧。哎，段飞，怎么了？如果这次合作谈成了，我们的婚礼在哪儿办？怎么了？石头，小九的仇人啊，还在天海活跃呢。听我说，别生气。我没生气。补办婚礼是件大事，他们还在活跃，这样做不安全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如果1年、5年都抓不到这个凶手怎么办？小九的兄弟也来了，如果我不给他们一个交代，我怎么能安心的办婚礼？如果你不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你为什么结婚之前不告诉我？那时候我是为了保护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可我也没答应过要和一个连婚礼都不能办的人结婚。彤彤，你干嘛？天亮了，该出发了。昨天我给你开门的时候，你已经睡着了，我就没叫你。知道了。